2026年5月17號，已故賭王何鴻燊二房女何超霞嘅追思會喺香港灣仔君悅酒店大禮堂舉行。何超霞喺4月12號因病去世，終年58歲。消息喺4月12號當日被公開，何鴻燊二房子女隨即以聯名方式發布訃聞，訃聞內容好簡短，之後二房再冇對外公開任何細節。從離世到追思會舉辦，前後間隔1個月。呢1個月裏面，何超瓊一直喺度幫妹妹操辦後事。追思會設喺君悅酒店大禮堂，上午係團體致祭同私人追悼，下午係公眾致祭。大批香港政商界同演藝界人士到場悼念。何超霞生前未婚未育，後事由佢親家姐何超瓊作為家族代表全權打理。追思會當日，何超瓊一早就出現在君悅酒店現場，負責統籌一切事宜。何超瓊當日着黑色西裝外套、黑色長褲、黑色平底鞋，全身素黑。佢嘅精神狀態睇落穩定，在場冇接受任何媒體採訪。但當記者要求佢停步配合拍照時，佢停咗落嚟俾媒體拍攝，冇拒絕。成個人表現平靜，冇多餘嘅表情。何超瓊當日嘅工作內容包括接待到場賓客，同每位嚟客握手致意，之後仲要上台發言。佢全程企喺入口位置，逐一迎接前嚟致祭嘅人。喺佢身旁，何超霞嘅親弟弟何猷龍都一早到榻。何猷龍身穿黑色西裝，但佢老婆同個女聘冇同行。二房成運中，何超霞嘅親家姐何超鳳本人未喺大堂現身，但何超鳳嘅女何詩恒身穿黑色服裝，手持印品出現在大堂。何超霞嘅親妹妹何超儀同老公陳子聰有到場，但未從大堂正面入口入去。何鴻燊大房嘅代表係何超紅，佢到場出席。大房女何超紅代表賬房前嚟，到場後同二房成運有簡短交流。何超儀係何超霞嘅親妹妹，亦係何家成運中唯一喺追思會現場接受媒體採訪嘅人。佢一開始拒絕咗記者嘅訪問請求，話自己急住招呼從外地趕嚟嘅朋友，但記者冇放棄追問，何超儀最終停低，講出咗多段內容。何超儀第一句說話就令在場記者意外，我家姐全身都係癌，就係冇乳癌。此前各媒體報道都話何超霞因乳腺癌病逝，但何超儀當場否認咗呢個講法。接着何超儀話，我三家姐嘅告別非常突然，全家人都覺得好震撼，至今我哋都唔明白點解會發生呢啲事。關於遺言，何超儀表示佢最後階段已經講唔到嘢。當被問到何超霞係咪已經病咗一段時間，何超儀回答，呢個我唔知可唔可以講出嚟，你要問大家姐。何超儀隨後講咗一段關於家姐為人嘅說話，我成日犯錯，但佢對我好好，一點都唔會責怪我或者懲罰我。佢係一個性格柔間、快樂且心思吸到細密嘅人。屋企過年過節，邊個中意食乜，邊個食素唔食肉，佢全部都記得，全部都由佢打點。何超儀最後講，我想可能未來世界唔再適合讓佢咁好嘅人繼續住落去，所以上天要先將佢捉走。我向上天許願，1億次、1000次、1萬次、幾十億次，我哋兩個感情永遠唔變，下輩子我仲要做佢嘅妹妹。何超儀講完之後離開，冇再回應其他問題。根據在場人士同網友分析，何超霞嘅病情發展應該非常快，發現時癌症已經擴散到全身，患者已進入昏迷狀態，無法留下遺言。以何家嘅醫療資源，如果病情有跡可循，唔至於連最後嘅說話都講唔出。追思會當日，何家4房均派出代表出席。大房何超紅代表賬房到場，二房何超瓊、何猷龍一早到場打點，何超鳳同個女何詩恒到場，何超儀同老公陳子聰到場。何超儀喺現場接受咗採訪。三房三太陣院曾攜3名仔女何超雲、何超蓮、何猷啟先後抵榻。
鄭婉珍當日身體狀況唔好，面色差，需要何超蓮喺旁扶住先行得動。何超雲同新男友一同到場。何猷啟葵第二任太太現身。何超蓮嘅老公竇驍未現蹤影。四房四太娘安琪同仔何猷亨、何猷君及太太奚夢瑤、何超盈一家三口先後到榻。何猷君同奚夢瑤同框出現，何超盈攜個女到場。追思會上到場嘅嘉賓中，霍家嘅出席陣容引人注目。霍震霆、霍啟剛、郭晶晶夫婦、霍啟山、霍家三代人全部到場。此外，霍震寰同仔霍啟文亦有出席。霍家全運身穿深色正裝，步入會場時步伐一致。霍震霆行喺前方，頭髮已有白絲，表情嚴肅。霍啟剛雙手交疊放喺身前，神情沉穩。旁邊嘅郭晶晶一身黑衣，長髮垂落，站姿端正。兩人相比之前都瘦咗唔少。霍啟剛嘅下巴變得尖削。霍啟山跟喺後方，表情凝重。霍家人到場後冇發表講話，冇回應鏡頭，以最直接嘅方式完成咗到場致祭。霍家同何家嘅交情從何鴻燊同霍英東嗰一代開始，兩家往來超過半個世紀。何超霞生前嘅行事風格同霍家一致，唔爭唔闖，唔企喺人前，將精力放喺公益同實際事務上。多年前賭王將女何超英離世，霍震霆曾到場送別。此次何超霞辭世，霍家三代全運到場，用到場呢件事本身表達咗態度。追思會現場設喺君悅酒店追思廳內，廳內擺放咗大量白蘭花。現場花牌數量眾多，署名多為香港企業同集團，包括恒基兆業地產、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所有花牌嘅包裝款式相同，應出自同一間花店。到場嘅政商界人士仲包括慈善機構負債人趙曾學允、前東華三院董事局總理港姐翁家瑞、富商楊超成、馬清揚、李澤楷、鄭志剛夫婦、何超瓊前夫婦進亨、盛智文、郭炳江。演藝界方面，同何超霞關係密切嘅黎芷珊一早就到場。黎芷珊係何鴻燊大房嘅侄女，同何超霞年齡相近，兩個人係表姐妹，亦係多年好友。黎芷珊到場時表情嚴肅，同其他神情鎮定嘅何家人形成對比，睇得出仲未從悲傷中恢復。歌手楊千嬅同老公丁子高亦到場。楊千嬅係何超霞嘅好友，同時擔任咗追思會委運會成員。何超霞喺何鴻燊家族中一直處於低調位置。何鴻燊生前曾評價佢係最能幫忙嘅女。何超霞大學畢業後進入信德集團工作，後來成為何超瓊嘅助手，協助打理家族喺信德集團嘅業務。喺家族事務之外，何超霞喺香港社會擔任多個公職。2010年佢出任東華三院主席，2016年獲香港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後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佢嘅工作重心喺公益同社會服務領域，唔參與家族內部事務。何超霞為人特點係善良、謙遜、細心。何超儀喺採訪中提到，屋企過年過節，每個人嘅飲食偏好，邊個食素邊個唔食肉，何超霞全部記喺心裏，全部由佢安排。佢唔企喺人前，但所有事都由佢喺後面打點。何超霞離世後，訃聞由二房子女聯合發布，內容只有幾行字，之後二房再冇公開任何信息。直到追思會當日，何超儀先透過媒體講出咗部分事實。何超霞並非死於乳癌，而係全身多處癌變，且離世過程非常突然，家人至今唔明白原因。追思會喺君悅酒店大禮堂舉辦，場地分為兩個時段使用。上午係團體致祭及私人追悼，下午係公眾致祭。何超瓊作為主理人全程在場，負責協調各個環節。上午時段到場嘅多為政商界人士同何家親友。何超瓊企喺入口逐一迎接，同每位來賓握手。何猷龍喺旁協助。
何超霞嘅其他家人分批到場，各自同到場賓客交流。下午時段向公眾開放，更多市民同普通賓客到場。現場秩序由工作人員維持，何超瓊仍喺現場，但唔再逐一迎接，改由工作人員引導。何超瓊喺追思會上有發言環節，佢企喺台上，面向在場所有人，講述咗何超霞生前嘅事蹟。發言內容未對外公開傳聞，但據在場人士描述，何超瓊喺發言過程中保持咗平穩嘅語調，冇出現情緒崩潰嘅情況。何超儀喺接受採訪時嘅發言被媒體逐字記錄並廣泛傳播。佢話下被指我仲要做佢嘅妹妹呢句說話喺社交媒體上被大量轉發。何超儀平時喺何家中就係個性直接嘅成員，此次喺家姐嘅追思會上，佢選擇用最直接嘅方式表達情緒。霍家三代人嘅到場被多家媒體拍攝並報道。霍啟剛同郭晶晶嘅消瘦狀態亦被鏡頭捕捉到，兩個人嘅面部輪廓比之前明顯。霍家人全程未接受採訪，到場、自製、離開，成個過程唔夠30分鐘。黎芷珊喺現場停留嘅時間較長，佢同何家二房成員有交談，但未對媒體發表任何言論。佢到場時嘅嚴肅表情被多家媒體拍下，同何家其他成員嘅平靜狀態形成反差。三太鄭婉珍由何超蓮攙扶入場嘅畫面亦被拍到。鄭婉珍當日着深色服裝，面色唔好，行動需要人協助。何超蓮全程喺旁照顧母親，未接受採訪。何超雲以新男友同行嘅方式到場，兩人一同進入會場。何猷啟則攜第二任太太現身，夫妻二人一同致祭後離開。四房嘅梁安琪同何猷亨一同到場，之後何猷君同係夢瑤、何超瑩一家三口先後抵榻。何猷君同係夢瑤喺現場有簡短交流，之後各自行動。何超霞嘅追思會冇安排媒體專訪環節，冇過度嘅裝飾，現場以白色蘭花同黑色為主色調，花牌統一由一間花店製作，顯示出何超瓊喺細節上嘅把控。到場嘅嘉賓涵合香港政商界、演藝界、慈善界，人數眾多。霍家三代全運到場，何家四房均有代表出席，說明何超霞喺各領域嘅人脈複合面廣。何超儀喺採訪中透露嘅信息補充咗外界對何超霞離世原因嘅了解，並非乳癌，而係全身癌變，且過程突然。何超瓊作為主理人喺成個追思會中表現穩定，完成咗所有流程。何超霞用58年嘅時間喺何家呢個環境中保持咗自己嘅位置，佢唔參與家族紛爭，唔企喺鏡頭前，將精力放喺公益同家族事務嘅實際操作上。佢嘅追思會冇喧囂，冇排場，到場嘅人用出席呢件事本身說明咗佢喺各方心目中嘅份量。何超霞女士，離苦得樂。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多謝大家嘅支持。